得，礼拜过度，新年告白，喜结元年，天地相见，子孙连绵，敬酒。这夫人啊，望你做先手公义，有时英勇切美丽，做比金山心意里，一连先刷天下里。真美丽，竟然是我作弊的囝。天下间，什么人袂羡慕呢？夫人，中，拄则我看子见，哪亲像真无欢喜。
其实子建心肝内伫咧想啥物，我拢总知影。唉，三弟夫会用讲也是一个美丽，也毋过，人甲你徛做伙比起来，就会觉得黯然失色。莫怪子建伫咧无欢喜，就是我也会体不平。夫人，我带你为妻，绝对袂亏待你。我会互你享尽人间的荣华富。皇上的旨意，要进阿爹为王族。到迄个时阵，我做世主，你就希望做王后。你哪会唔讲话啊？哦，我知啦，你一定是想过头欢喜去，有情人终成婚配。从今以后，难道无阁有啥物遗憾咯？对毋对？有情人，有啥物人会知影？我甲子建才是一对可怜的有情人。子建伊拄则为着我奋斗，即马也毋知影醒来也无。伊甲崔小姐永暗的同房发作业，也毋知怎样过。子建，子建，碧姐，碧姐，子建，碧姐，子建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无你活袂落去，我真烦死。碧姐，你不要离开我，你不要离开。碧姐，子建，子建。你是啥？我是刘兰娜，子建。小伟。
的做事太无情。林主婆，你是主见的好朋友，伊的心事你一定知影，敢毋是？林主婆，小伟，你毋是外人，我也无需要瞒你。自从拜堂成婚到即阵，已经6天啊，主见拢无入来新房一步。我最后迄一暝，伊向大哥大嫂敬酒的时阵，突然昏倒，叫我送伊倒转来，一直到3更的时阵，伊才精神，开嘴就叫面姐。当伊看清楚我毋是伊的面姐的时阵，伊无亲像足恨我，一句话都袂讲，我咧就出去。后来我问建辉，才知影伊即几天一直困伫咧洞厝内。我并无问题，伊是安怎要来对待我？除非有心上的。林主婆，你这是什么人？这小丽，我毋知影。甲伊是好朋友，就算讲你知影，你嘛袂甲我讲。小丽，我确实都毋知影。我只好亲嘴去问杨主婆，我准备酒菜，麻烦你去洞厝内放主见倒转来好。好，我一定来去劝伊三公主倒转来。我唔转去，我无要紧。三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伊已经是你的家后啊，你总袂用伊一世人无爱转去见伊啊。无唔对，优秀，我打算一世人都无要紧。我要互崔啊，伊后悔一世人，我要互艰苦，伊毁掉是我甲妹子啊的幸福，当时伊冤讲我要毁掉对伊查某孙的幸福。你是想要报复？无唔对，我要报复，报复迄个见利忘义、无体之徒。三公主，你千万免安尼做啊！你报复有啥物路用呢？假使你的报复，若会当使伊喙炎药的，使伊喙着难痛苦，你还是共阮甲伊亲姑娘，一世人无法度搁再斗阵咯。现在亲姑娘已经是你的爷孙，我劝你也是将伊放袂记。你敢知影你安尼继续落去，是会毁灭死的人？是啦，大公主、真夫人、小夫人，还阁有你呀！你应该就爱将你爱心依好你家己的某囝，无得甲以后你会发现着讲小夫人是比真姑娘搁较好。无啊，天来夫人，无一个会当甲妹仔相比。搁再讲，翠玉兰有迄种卑鄙的作风，我永远就袂原谅的。
既然你较坚持无爱倒转去，我只好倒转来去禀报小夫人啦。不过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是毋是我应该讲出来？莫阁讲，我无愿意提起伊。毋是小夫人呢，是真姑娘啊！二姐，二姐安怎？你去讲啊！为什么我袂愿去？我做代志去泄露秘密，这个后果，我唔惊，我会当记着袂少，我啥物都唔惊。你唔通去啦！你莫怕我啦，三公主，三公主。是毋是三公主已经倒转来？毋是啦，迄杨主仆吼叫我来甲你讲，讲阮三公主伊袂来啊啦，伊即马去互大公主请。三公主的酒量，好亲像是比以前好真多哦。三弟已经长大啊，大人甲囡仔当然是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。三公主，三公主确实是甲以前大不相同。这次我有许多来到业城，不但发现三公主比以前更加准翼潇洒，而且伊的性情呢，也比往年甜蜜真多啊。咱莫去讲遮啦，大哥，咱在座也无外人伫，应该爱请大嫂出来敬一杯酒啊。大哥，国色天香，好北的美女已经互你带去啊，安怎？敢讲连互阮看一个也唔甘吗？大哥敢是这么小气的人士？三弟，三弟，早起你大哥都吩咐过啊，伊讲今仔日所要请的，若毋是至亲的好友，就是骨肉，所以伊吩咐我一定爱出面。也毋过，我感觉人无甲我爽快，所以我才无答应。你莫错怪恁大哥。我的夫人出来伫咧替我伸冤啊！来，咱敬大家一杯，来，应该请。三弟啊，你今仔日是安怎？哪安尼戆戆心心？对啦，大公主，因为三公主伊即马拄好伫咧想一首诗啦。是啊，三弟一向好实在，今夜有酒，不可无诗。子桓，你讲对无？对。三弟啊，伊个诗是想出来的，还未？大哥，数目笔，伊所记，现地即日刻出来写。来人啊，在。准备笔墨。是。请。
大家来看，兄嫂可敬，小姐一笔。兄嫂是出名的美人，小姐是当世才子。这首诗若是做好，一定是会价值连城，哦，对吧？当然咯，对。有时我嘿，稍等一下，你也都爱做一首。无啦，大公主啊，只有三公主伫咧，下官绝对唔敢提起诗书两字啊！你太客气了。来。什么？做好事？那这么紧啊！来，我看卖是。摕来我看。你袂用去看的。